林玉婷后一战就是要拼金牌啊！甲伊妈妈咧失信的时阵，伊是讲会甲金牌砸转来台湾。林玉婷实在是真无简单，除了比赛压力，搁要面对性别的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就甲林玉婷相挺，鼓励伊甲冠军摕转来，用实力，互迄寡有意见的人嘴拢塌咧。也若是总统赖清德嘛要求体育署一定要严正抗议，采取法律行动。替加油帮拼命加油！台湾军校林玉婷伫台湾时间8月7日透早，甲土耳其选手争夺金牌门票。新北市政府举办直播做伙加油。到尾咱国选手林玉婷以压倒性5-0得到胜利，也是历史上头一个进入奥运无胜负项目金牌战的台湾选手。林玉婷比赛了后，嘛甲妈妈示信，也一直吩咐妈妈都爱保重身体。要好好的保重身体，我会把金牌带回去的，让大家看得有点紧张。那我下一场比赛会尽力的做好，然后希望大家继续为我加油。那回家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对林玉婷卷入性别风波的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声相挺，强调林玉婷就是女子选手，也是新北的查某囝，甲冠军摕倒转来，互所有的人拢点起。林妈妈是坦白讲，真唔甘，困都困袂好。睡眠都睡不好，很心疼呐！一路看他真的是很辛苦的一路奋战，他的身份证就是2开头啊，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台湾的查某囝，新北的查某囝，加油！冠军8月才甲摕转来，让所有人都闭嘴！然后会不会很心疼玉婷啊？我会为他伸张正义。总统赖清德半暝嘛大文，唔甘林玉婷诬告遭受议论甲霸凌，第一时间请体育署一定都爱正式表达抗议，并采取相应的法律作为。对巴黎奥运已经比赛渐渐进入最后阶段，部分比赛赛的选手嘛陆续回国。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8月16日要举办巴黎奥运英雄流行 Party， 到时阵奥运的英雄会以明星的规格来行红地毯上场。8月16号，我们台北市特别规划在香吉大道有一场欢迎所有我们台北市的奥运选手。我们在时尚派对之后也会规划 After Party。蒋万安讲，这届公营夺牌的王泽林、吴思怡、李明婉、张家宏，也甲所有台北市的选手，无论是毋是有得到奖牌，拢代表咱台湾奋战拼命。另外，选手的教练甲伊的亲人，嘛拢互人邀请，要互奥运的公营照光规个台北。记者综合报道。